各位前幾日咧就係喺酒店舉辦咗香港保健食品協會第幾多年話20週年，大家睇唔睇到我哋幾年啊？咁anyway 嗰20週年咧，咁就舉行咗呢一個好重要嘅活動，亦都請咗香港嘅一啲重要人物啦，包括埋一位仁兄咧，就係陳百里博士啦。有好重要嘅一件事係咩咧？大家睇睇下一幅，就係我哋歷屆嘅啲會長咧都有出現嘅。咁我本人都喺前幾年咧，都係連續2年咧就做咗呢一個會嘅會長。我哋未必係全世界最大嘅公司，但係我哋絕對係一間優秀、好有心嘅公司。啱唔啱啊，各位？有啲人咧就講我哋嘅產品，佢話坦白講嘅話，其實產品要試幾耐㗎？如果試足30年都咁優秀嘅，夠唔夠啊？呢支產品唔係30年前做啊，而家就發晒毛噶啦。呢隻產品係賣足30年，賣嘅量係2000萬，可能過億樽，犀唔犀利啊？各位，係咪值得俾翻掌聲我哋 New Life 啊？